朋友大家好，非常喜欢今日福喜乐乐嘅节目，今日同你所有嘅乡亲朋友去到信州孔庙前面来谈音乐会。今日看播出什么？两只礼拜六，两只礼拜日是做得去到信州来侃侃聊聊，音乐嘅优良，不然再好好来谈音乐会。系马上嘅音乐会咧，翁子贤，大家都分享你今日嘅来宾嘅谁理解？创作歌手翁子贤分享。大家好，我是信州子体翁子贤。耶！歡迎咧觀眾朋友大家好。耶！分享嗬，大家好好咧講下，到底兩禮拜做嘛嘅事情咧？聽人繞場嘅係你聽嘅來賓，該是係你嘅講什麼創作歌手翁以涵。大家好，我係來自龍潭嘅龍潭妹翁以涵。耶！分享。我必须说，我也讲，你真的给他看了很像大明星本来就是，我给你看了很有明星感，越来越大的明星，没有是气场啊，有吗？雨涵有吃到吗？他现在像明星坐在这边，那俺摸一下，那你有觉得雨涵也越来越强？有啊，她的美已经是精益求精了。什么？精益求精，他们刚用成语，怪怪的，美上加美。对，而且牡丹江爱永永，雨涵给就是他的歌也越来越多元。牡丹江爱永永还有 IG 有吗？哦 IG 上面都会看到去跳舞嘅用我会跳，你很喜欢跳舞哈？对，中意跳舞，太棒了哈！我们讲今日来到两片，老乡亲们来讲，你两只禮拜六，那兩只禮拜日到信州前面有音樂會，做得係翁子賢去辦嘅音樂會，按到來到天上界咧，天衣界啊又去，哇！我也是印象深刻，因為那天穿了一套粉紅色隨風這個西裝，你要不要好好來講一下這一次的活動？Q 商派對是應該差不多2020年該年開始做的，然後第一擺到拍攝少年向下走，加在一個廣場影像博物館，也是在新竹的古蹟。第二年因為應該做母語19年了，所以是先到any新竹嘅古蹟的 live house，第尾讀做我19年嘅爛蟲會，然後也是舊城派對2，今年 Andy 美選在古蹟，那這個古蹟呢，大家可能以前1年只會去一次，就教師節的時候去。我其實我去到兩個孔廟係，我有去過台南的孔廟，它是熱門景點。然後我們覺得新竹的其實長得很像一樣，但是利用率比較低一點，所以我們就 Andy 兩百 Q 商派對，第3擺是係讓那個派對咖全部邀請到孔廟，所以就叫派對咖孔廟。我本來想說，等一下來好好的講他，你兩百個名派對咖孔廟，沒孔名，因為兩個有叫東風嘅你講派對咖孔名，對，派對咖孔名，所以你是取的諧音梗是從哪？很多年輕人以為那個孔廟是拜孔明的，所以要幫他們校正一下。你哈剛念的東好圖書，要叫拜孔子。是誰會以為是拜孔明？現在年輕人很多啊，對，他說那孔廟還有東風借箭嘛，我說那是孔明。好，那他來講啊，因為直線了解你講音樂會，因為大家要知道 Q 商排隊，所以 Q 商就是舊城嘛。其實信州寫推南之外，我覺得其實大家唔係動了解吧，都只有科學園區吧，都是用工廠式嘅地方，其實要動到嘅 Q 商。對，我覺得這也是子軒你今年動3萬達標，然後大家少半大家啲，所以兩百有孔廟咁樣。所以講一下，這個西建是禮拜六、禮拜日，聖誕夜。還有小聖誕夜，因為我在小年夜嘛，23號就小聖誕夜，然後24號就是聖誕夜。我覺得很棒對啊，聖誕夜，你看印度有喺那邊時間，你大家係個冇去嘛，個 Christmas party 先，你只來到兩片。你要是沒有準備禮物，你就來這裡，這裡很多禮物。如果沒有要交換禮物，就來這裡。就來這裡，我跟你換。啊，對，然後第2天又可以睡很飽。對耶，禮拜天。25號是禮拜1啊，禮拜1哦。對，禮拜1。哦，那你禮拜1再請一天。好，所以等下係西建到提點，還可以買票嗎？看酒店賣票嗎？還現在募資中，因為這次我們其實是跟很多的組合是一起販售，因為彩信主任你有做售票的讓寵費，其實動摸簡單啦，因為本來就沒有養成這個習慣。推翻音。不管看戲看什麼，很不習慣賣票。對啊，所以我們也是盡量去養成，讓這個表演跟藝文越來越有價值。所以做了很多周邊商品，現在正在募資中。只要有募資參與募資，就歡迎你來看表演。如果你不想募資，你說你想要來看表演，你就私訊給我，我會讓你進來。你認真。
只有你了。等一下私讯爆掉。那我要去哪里看？官网吗？到我们黄子轩与三平快的 fan page， 或者是你就直接打“旧城派对”4个字。我们现在正在那个募资网站，现在正在募资，还没有停。OK，孔庙很大，所以孔庙动态啦，题目动态。所以其实目的是分享大家利用这时间好好来参加客家歌曲，好好来看一下表演，感受一下你讲野干野嘛，对不对？吼，也感受一下信众，你摆出演唔系信众介放哦，虽然系信众介，没有信众介放，没有信众介放，该你喊系预放。哦，除了是该信众介用咱共咱字，我还做得一堂歌哈。不过呢，这片呢，老大家来讲下，记得行到第三届呢，我觉得它的染出感、内容、富裕松感、某简单。哎，你这是国际化呢，你们谁要好好的讲一下了解？我先讲第一个，当然会看到孟子宪到三平怪，这听出来自己的主角。哎，你顺条该讲什么？孟子宪去当然未到了表演，个地图还有动作，给你摸来，已经好好的宣传一下。我想会用客家为主哦，把人家台法通，就是我觉得想要从民间开始，也是以客家为主的，但是它不是只有客家啦。所以其实有看到那种雨涵啦、魏死王宗伟啊，还有童根生，其实佢哋没有走，就客家，还有其他台湾民俗的那种元素的音乐，跳舞啊、蛇舞，还有是有上运动好哎，温地漫步，还有南怀家还你泰国嘞，你真的很国际化。你知道为什么请他们吗？不知道，因为我看他们一个 MV 啊，我跟他们的那个经纪人叫姜晃，他就做很多东南亚这种交流的。我说哎，这头很喜欢呢，他们穿那个唐伯虎点秋香的那个江南四大才子的衣服，唱泰国歌。那我们这次会这样吗？会啊。这次会这样吗？我们有帮他们问看那个儒生的衣服，可以帮他们准备一套，他们就穿那个儒生或孔子祭孔的衣服，然后唱泰国歌。哇，酷哦！对我是不是有点肤浅？我是为了服装才请他们。不是吧？应该也是演出很特别，对，要跟他们一起演出。对，而且听说这次他们还会跳蛇舞是吗？雨涵这边童根生的蛇舞，你会吗？你会吗？但你要不要来跳一下？好，5、6、7、8，最爱西湖咻咻这个。那你会跳鬼步舞吗？哦，我不会。我在练，好不好？等一下，就这样子，没了。蛇舞其实这个是精华，今天我们看到都是精华。对，精华以外的东西，当天会在旧城派对看到。OK，精华以外的东西就残渣嘛。你要补充一下，刚刚子轩哥讲的第二排染出改阵容吗？还是其实我之前有看过那个。好像应该是2年前的旧城派对，对，那时候有 Vis。哎，你有一，俺没有一啊，我在台下看，对，我也在台下。跟 Vis 去看，那时候那特别来宾是鸭皮，对。然后我就想说，哇，天哪，就是我没想到那个新竹的，就是客家歌手都这么厉害。那时候你是不是有点浮夸？没有，真的，只有我而已。对，你刚刚讲好浮夸，好，没关系，继续。因为龙潭嘅荧光影很少啊，你好好聊天，真的很少。那时候去的时候就有吓到，真的是算得出来哦。对啊，所以就对了，很优秀，但是你得动。新竹是算不出来。这怎么了？太多了，对，太多，都很优秀这样。所以那时候看的时候觉得，哇，如果我未来也可以办一个这么，就是有点像是我可以邀请我喜欢的音乐人跟我一起来专场演出，我也是觉得是一个很特别的活动。也希望未来自己也可以自己主办这种活动的。也谢谢子轩哥邀请。你可以啊，你现在这几年他在天上飞一样，我们都在追。哪有啊？莫娜。对啊，你现在赶快跟他关系好好的，我们马上来去调风，你绕墙蒙斗。怕他以后看到我说。哦，子轩哥，哦，你稍等我一下，等我这边这个访问排完后，再跟你讲话。哎呦，好，而且好，我们讲一下，其实我们一路爱用讲到下来吼，其实大家都第吼，这礼拜6到礼拜日吼，系讲大家有兴趣是昨天送苗亲自行好好的看表演感内容非常嘅精彩啊，有黄子轩，有孟雨涵，还有童根生蛇舞，刚才已经有了，对不对？哦，蛇舞，哎，还有台规改构修了都两片虫，那大家要不要讲一下？就是孔庙的原因，刚刚已经好好讲过了，对不对？好，就是因为注意哈，我们拜的是孔夫子。其实因为孔庙这个地方，我们也是怕有点会有禁忌，但是人家跟我说，其实孔庙里面是没有神明的。OK，所以说呢，它就是一个古迹啊，一个艺文广场，然后只是你起有信州动豆的 Q 上去动豆古迹，我们要用艺文的方法也一起来让大家认识。
而且我觉得也带动观光。对啊，我的感觉是这样，这不就是来丢改提升吗？你有在庙前冲狗给景央吗？其实有呢，嘿也蛮特别的。就那时候在唱的时候，我的旁边还有那个布袋戏，好，然后是一起演出，就是我们2场一起演给庙看这样。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哦哇，原来在庙前面表演是长这样。演给庙看，所以你是面对庙吗？对。然后观众在中间看我们。如果是我会直接加头会放在布袋戏那边跟着一起演，Wizard of Us 的感觉。你们应该替拜在庙前面表演安迪啊，然后到现场就想说，哎，哦，原来我是要面对庙的，哦，原来是演给神明看。对对，演给神明看这样，好特别，蛮不错的，而且是一个这么文青然后的一个创作歌手。其实我觉得动长的，我们搞今天呢，东方一种绕墙直线路，雨涵雷斗两片，为什么一直想笑？因为我们两个实在是太像巨星，好可爱。那大家在小改礼拜6到礼拜2，又記得要非常站到嘅音樂會嗬，係講掹賣票嘅，譬如夾夾熱賣票，還有乜嘅精彩嘅故事聊下，你等下陣你講。小姐，做的梦，本爱依然无心，留点陪爱2-3年，开始也分析。小姐，你俩比上马尼，流浪到爱心安路，不爱相遇。糟糕了！台风嘞，怎么样？东风嘞！哇，聊首歌叫做《客家千金》，好好讲一下《客家千金》。这个因为那一家Linsa，就是我在东门市场的Linsa，他就做很多那个法式基美夯音啊，所以其实走动都很多口号的法式，易姐也有一个嘛，有，就是客家千金。错，因为翁子谦又送来一张发夹，然后做咧夹到两片，然后当天为写客家千金，唔讲我读咧都唔敢带，因为还觉得俺小家也有声音带，俺一个龙音家来比写客家千金有点排斥。所以我就想说，怎么样叫客家千金呢？就是我们英文叫做 Princess Haga，好浪漫哦。所以就选了一个，就是怎么讲，就是
这个主题，然后写一个情歌，因为我是都从爱开始写母语的歌曲，有动手写情歌。哎，真的，我们都写很多土地、母亲啊、亲亲、阿婆改对啊，亲情，有点腻了。然后以前我们做这种独立音乐，就是因为我们讨厌情歌，所以我们才开始做独立音乐。真的吗？对啊。所以很多独立音乐就是因为觉得以前替代糖豆呢，对，以前流行，因为以前的华语唱片90年代都是情歌，对不对？真的，所以才开始衍生说不是情歌的一些支线出来。但是我做了这么多年以后，发现说，哎，不对，我怎么都没有写过可以浪漫的情歌。那从 Annie 哈嘎田石头又有家节目叫闹年大擂台，开始是都我冇买过，做啲大改编唱，所以写了套歌曲，希望该做节目嘅单位啊，做啲糖糖嘅俩讲嘅俩基本吼，要唱 Annie 梁山戏唱哈嘎天经哎呦，做啲安排。我等下打電話幫鬧年大擂台，問一下做啲繞場聊聊感應。哎，我先問一下。所以聊出歌曲，你都係第一擺公開唱，第一次公開演唱，哇，好榮幸哦！所以200感謝我飛地度要被唱到聊條歌曲，耶！然後我們會用樂團的方法一起唱，耶！可是我大家可能唔知，唐公到梁山留兩首歌曲嘅時間，這個子萱覺得雨涵就是唱起來冇感情，係嗎？可能就是經驗太少了，對，他覺得我唱起來不像在談戀愛的感覺。你講一下。一開始，因為其實我們錄音還是會分開作業，對，所以我這次的這首單曲的製作人就林奕琪，也是雨涵的製作人。對。那我們在做這首歌的時候，我們就第一直覺就覺得找雨涵一起來合唱。那當然雨涵也熟悉一起，但是我回來因為我已經先去唱完了，雨涵剛好那一陣子在忙。我唱完以後回來聽了，我就跟奕琪說：“我說這兩個人沒有在談戀愛啊，這被逼婚的，我覺得一定是被逼的這樣。”所以我們就討論一下，就是怎麼樣找到一個方法，聽起來聲音比較柔軟。因為雨涵的聲音是非常高亢，而且他很擅長寫和聲，他的和聲編排很厲害。可是有的東西，我覺得從這個卡拉 OK，你從按離回馬上走在闖。所以我覺得，我讓你想要平易近人一點點，像以前我們那個90年代動回糖豆那種情歌，是從隔壁的書鋪糖豆聊歌曲，要新的卡拉 OK，我們走在闖來。我想新的，就是我們這個年代的也可以寫一些情歌，然後對唱，我是第一次的嘗試。對，那後來。算大家可以去聽成品，對，可以剛才聽着就有感覺有進步一點了，對，其實加油的，因為挨到子燕動手，然後挨到雨涵也算熟，所以兩個剛才都在重新過，所以我沒有很習慣呢，我覺得很奇怪，對不對？對，我也覺得這兩個因為很熟，要慢慢習慣了，因為之後你會常看到我們兩個一起唱情歌，所以航白係講要馬上改奮力，然後係講豆豆台聽改讓重播重新過，很適合大家不要忘記跳白。像我們的流行歌，對，我會改歌詞啊，因為我們剛裡面有一句叫“盼分離，鐵打送嘞”，我就如果是你的婚禮，我不會這樣說啊。你要說什麼？祝賀嘞！太棒了，是嗎？挑戰掉嘞！哎，我覺得要出這樣的情歌，就我們你知道像Jolin啊、跳白出該情，哎，幾乎每個人都在唱，所以現在接下來手語改哈嘎改場合，或是不哪哈嘎的場合，我們多了一首就是很棒的情歌，對，所以其實你家大家糖豆改係片團呐，係講大家糖豆貴首改歌曲，糖豆地不讀改歌詞啊，非常改又意思，也有很多諧音梗。對，我最喜歡用諧音的。對，像比如說我們最後一句孔鏘一聲音，嘿，孔鏘一聲音，都會唱孔鏘一聲音啊。我覺得兩夫妻孔鏘一聲音就很快樂，你不覺得嗎？就兩個人都每天都就快樂，就我覺得有時候現在年輕人聽音樂的時候，他比較沒有這麼多在這個文字上面。像我很喜歡李全哲，那李全哲的歌詞裡面，我都覺得他有時候唱到一些很90年代，他明明就是2000年後出生的人，不要唱到90年代那些灑狗血的歌詞，baby 不能讓你走，我就覺得哇，這不就是我們以前小時候聽的那種感覺嗎？所以我覺得。在這首歌想要有一點復古，所以我每次唱這個歌，我都覺得想到那個小姐請你和我愛。那前奏下來，我每次都經過幾禮拜。如果哥你有看到的話，還是可以邀請我們一起去唱這首歌。我覺得經過子憲改小改過後，我覺得就可以更了解他做這首歌的企圖心。就是第一，他要很容易傳唱；第二，他有復古的味道；第三是腦內打擂台。腦內打擂台。我覺得有我覺得沒介紹完全不知道，介紹之後突然覺得你這首歌。
歌好对味哦，很适合，对不对？动费中感血涵，你这样子要求雨涵跟你唱的很有谈恋爱的感觉，难怪他觉得有难度。我们就是假装一下嘛。不是，我会加油的，我会加油。你有觉得很有压力吗？因为我的歌其实没有爱情的部分，歌比较摇滚，就是都是在讲社会议题观念，对，所以我在唱情歌的时候自己会有点怪怪的，对。对，而且我觉得根本一邀请，雨涵为什么我爱访问机动作吧？如果根本一访问机，我觉得他有一点点缩的害羞，是因为有一个师傅在这里，因为你们两个算是师徒，曾经是雨涵，曾经是我学生啦，有哇，一开始啊，没错。那我第一首有时有日就是跟信上，跟他就是贝尔姐。对，这东西是 KKBOX 的风云之星嘛，就子轩，我不知道你现在坐在这边已经有前辈的感觉了。我也不知道怎么会变这样子。对，怎么今天有这个走向？我还是你各位的小轩呢。对啊，我觉得你坐在雨涵中，我觉得你今天好像那个大前辈坐在这边。不行，不要。好的，继续，继续。然后同学这个部分哦，对，又是老师。我怎么觉得今天有一种对，然后他变得好害羞。这东西也是缘分，很巧，真的蛮巧的，就是我们前一天一起在桃园演出。对，我的活动我邀请雨涵，也不熟，也不是在熟雨涵，就隔天另外一个 KKBOX 这边就说，我们这边有一个唱客语的有上什么，我说什么名字？他说黄雨涵，我说好，那我要去，然后我就给他一点建议是，因为那几年我也做了很多关于客家跟新住民的这个题目，比如说印尼话跟客语，然后我知道雨涵的背景的时候，我就说，你非常适合，你非常可以开拓这个市场，所以。在廖家这个活动以后，就请雨涵做了一首这个，我们有一起合唱，跟 DJ Siri 嘛，对，那个团体不知道跑去哪里，什么他乡变故乡，对，他乡变故乡的 DJ Siri 就是跟雨涵一起，所以 DJ Siri 不见了，我不知道，但雨涵在这里，被黄雨涵取代，就这样是不是？大概是这样，大概是这样子的，我还是很年轻的。所以是这个礼拜6到礼拜日读信州改进我非洲咧看到师徒都改变，但来个客家千金也算是礼拜子轩改信歌，唔但像样我读礼拜改信歌非地图汉做咧谈到子轩因为佢出新专辑咧，汉做咧谈到地不读改人外其他专辑地读改新改歌曲，还有当到改周边改送品的时候改本大家先聊下，你等下当中咧讲。大家咧小解下，礼拜6到礼拜日都信做个空庙前面呢，因为你的 Q 星派对改音乐会有汪子宪来领军啦，就这样讲哈。讲到了，你上台节目从到客家千金是一条新改歌曲，所以子轩恭喜你要出新专辑了，谢谢，耶，个人专辑，好棒哦，终于要摆脱3瓶块，你不是要接一个什么单飞不解散，一定要这样讲。其实记到我也团员俩变奏，我也制作人，像秋群啊。哇，他们都进步得很快，然后加入还有以前有发条人的小姚嘛，他这次也有合作几个我很喜欢的音乐制作人，像林一起，还有 The Crane，还有春面乐队，还有黄雨涵这样。对，所以我们在这一次礼拜6到礼拜日走在唐头客家千里，还可以听到全部你新专辑都可以听到，算是新歌发表会了。哇，新专辑。这次的名字叫 New Soul， 牛骚味的牛骚，然后刚好念起来是 New Soul， 英文就是 New Soul， 谐音天王，好棒哦！所以讲礼拜6日唐新乐会，我觉得真的有赚到因为可以看到蛇舞、看到莎莎舞，你们好好 Q 哦，你们两个，图说的概念，对，然后又可以听到客家千金，对，然后又有新专辑 New Soul， 对，好棒哦，你们！鬼步受限于器材，不然我就飞起来了。为什么这集节目不要做2集呢？我觉得好快乐哦。对，而且又会懂理解那个圣诞节改前夕哈。所以讲到2篇，我们要来介绍我们周边商品。是耶，第一个是那个我身上2件 T 恤，你看哦，台尬猴，而且我跟你讲，我看到翁子宪读给改免书一 po 文的时候，我就立刻赖他。那是讲爱卖，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回龙院长爱用讲啊。西烟球很美。对啊，你西烟球你讲一下我们是台嘎后，你看完全不是这3个字啊，对啊，所以这就是海陆腔专属。而且要讲很大声，台才会变台嘎后，因为要很长。
才有那感觉。所以现在小孩，我每次去录音，我穿这一件，每一个小孩客语都超好。怎么说？台尬猴。我说，哎呦，你怎么会？他说你上面有写，还有注音。台尬猴。刚刚还有人叫那个3道猴子跟我联名变台尬猴子这样。有吗？怎么可能？好，所以呢，聊上谱，我真的。拍摄，因为太好笑了，太尬好，而且聊上谱其實聊白有上中式，你做嘅係霧式，你先頭聊係你講假幣式，其實還有一隻蒙式，蒙式冇帶落嘅原因，你睇家啲就咪佢根本冇帶蒙式冇，因為你個棚地係蒙式，我會變透明的，佢做蒙式，佢做下去，因為 7到棚地是空了。我們的每一個顏色都有取名字，比如說這個褐色叫天時地利人和色。那怎么不跟我讲？我现在很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然后我们等一下交换。那这什么？这个应该就是我有点忘记，天下乌鸦一般黑吧。那另外一个是开运桃花黄。哦，开运桃花黄。对啊，因为有桃色跟黄色这样子。哦，真的好赞啊！那我觉得我应该要买一个开运桃花网。应该都要一起。桃花，开运桃花网。你等一下节目录完，狗熊一听才会想起来黑色是什么，好不好？对，该不会是真的天下乌鸦一般黑吧？我们来赠送好了。好，还有哦，我觉得子轩动等一下，你讲你改高 Q U 客家先清的发夹，然后台尬吼还有两百改模板店，这个4个字就是可以让你脑中就有歌，就不会有版权问题。不要唱出来。对，模板店钱。这个，对啊，不要唱出来，而且不会被偷哦。我跟你讲，你都已经讲了没半点钱了，还偷。对。可是我跟你讲，我要跟大家政治景熙来讲一下。其实不是 Andy 景熙动穷苦哈，就是我们也没有很小气，我们很大方，但就是我们这就是歌，对啊，这个是一个其实 Andy 哈嘎动斗的东西嘿。就是很好可以自嘲的东西，就是你怎么样像这个猴子好了，比如说大家说哦，应该用写猴是 any hanging 的黑鹅黑啊，不是嘛，就是好笑嘛。有人会这样吗？有啊，就是很多政治正确的人啊。我后来发现人家讲政治正确就是世界上最不好笑的事情，他讲的确没错。哇，你很敢讲，对，台尬猴。所以你看像那个模板点，一定要这样啊，我们一定要这样才幽默啊。而且你从宾士走出来多赞。你从宾士然后背着包包出来，我跟你讲，下摆去凑抚养机系讲，你特别凑的商务舱，先是8两模板2000。对，而且我们还加了英文音标啊，老外都会讲，老外看到你就哦模板2000，这很帅啊，超级哈尬宣传的。还有什么周边吗？这次周边还有一些贴纸啊，还有这次比较有趣的是，我们这次有找到很多的赞助单位，所以其实如果支持我们的募资的话，你会获得超多礼包。我们现在慢慢公布，现在你募资的话会获得的就是 T 恤啊、毛巾啊，还有这个提袋。然后，但是呢，慢慢的一堆厂商加入，你那个提袋当天会超大包。我目前知道有那种暖手宝的厂商都出来赞助了。哇！酒美嘿，动都会好些。还有酒，哇！对啊。无酒不欢，无酒不欢。如果你要没有酒精的话，也是可以，你就自己带饮料来。好，200改，我觉得很棒啊，因为我是很喜欢收集某种改乐团，然后某种购修改这种 T 恤，因为其实布料是好的，所以我很喜欢收集，而且最重要的是黑公捏天然后你配一个牛仔裤，虽然我今天很像在打棒球，对不对？我今天穿这样，你很搭哎，你超搭的。这是在打棒球吧？完美的示范。啊，不对，这是打投球。对，人家是说你这个企业是哪一队？台尬猴队。对，台尬猴队。兄弟像台尬。打辣 Q。好，大白来送节目改，你改来到福喜来总是要经历一个快问快答的这个单元，大家不要害怕，因为他们今天出的问题有够温和的，每次访问来宾的那些问题都非常的激烈。今天这为什么那么温和？你们说，你们对翁子宪到翁以涵太好了。请问一下，因为我们的 Q 商派对系到新年仪式时候 Christmas Eve 2日来染春，请问交换礼物收到最烂的东西是？我只有觉得我有哎，对，唐诗300首，这还好吧？有很烂吗？有啊，小孩摔礼物哎，是我们大家一起抽，小孩爆哭，我不要这个。然后你让小朋友抽哦？对啊，然后第2年他们又抽到《论语》。就摔，又是我这样子，真的假的？真的啊，小朋友崩溃。那你自己收到的嘞？我自己收到的都还不错。那天看到有一个很烂的，是那个纸箱打开有没有？很大的像电视，打开里面是请勿停车那个牌子。好烂哦，好烂哦！来，
雨涵呢？因为我们从学生时代大家都在 Christmas 2日都会告我们立论，你有收到什么最烂的吗？我收到最烂的是他用过的高中的抢救国文的讲义，他用过，而且他用过，对，用过。子轩，他有擦掉吗？他没有。你记不记得你曾经用自己的专辑包成礼物？有，我送10张啊，那个人一次收10张，也是脸有点铁青。OK， 好，再来。如果用一首歌当做礼物来传递幸福祝福，你们要唱给谁？我要唱我自己的天公，送本来给朋友，送给我的朋友。因为这好像好笼统，送给朋友。他本来就是写给朋友的歌。哦，真给对。你知道我为什么送给朋友？我知道啊，范畴很宽。好歹说送给我。对啊，送给朋友。他是欣赏啊。哦，好，那直线呢？我有点想不起来，所以送啊，你来客家千金送本爱不用好嘞啦。哦，好浪漫。对啊，盼婚礼铁打送嘞。好，再来讲一下，因为你下系新年嘅嘛，让必须你让你新年咧，讲一下你嘅新年嘅愿望。我希望我嘅专辑做得夹夹出来。有在筹备了吗？对，有在筹备。你看脸喜滋滋的，真的是真的是精力充沛。对，兄台有能量哦。什么时候期许做得本台家地？希望2020年做得。明年。对，做得本台家堂。哇哦 ，OK。对。黄子轩呢？我希望睡饱一点。没有，我希望我专辑出来以后，我可以爆红。爆红！你现在已经红了。没有，我要爆红，爆红。哎，我觉得很务实。对不对？是不是简单？但是心愿是心愿啦，就是还要慢慢。我希望在专辑前能好好的活着。可以的。正式推出是在2024年的1月，1月应该是1月23。你会推实体吗？我会推实体，但是我这次数位会先出，再出实体。所以12月2张有没有出数位？12月会有一个数位的单曲，New Soul 的单曲先给大家单曲，然后1月的时候数位专辑，然后实体专辑就会发行。可以先透露一点点，你这张专辑因为单飞不解散，所以有没有你觉得跟过去，因为子轩从一个重走构想走一张乐团，然后霞动都让信主有关改，哈，就突体有关的，庆庆有关的，其实是我觉得曲风很多元，然后也民谣。那你这一次的专辑是真的到之前都冇恐龙呢？礼拜好 R&B 啊 ，New Soul 啊，已经变得好多，所以礼拜走的专辑应该是都东英本来评价是都说是不像以前的黄子轩，都给蛮好的评价这样。我不敢说多好啦，这样太嚣张，就是大家说这张是很棒的专辑啦。哦，怎么办？好期待！你有听过一点点了吗？就你有偷听到了吗？只听过几首。你有偷听到几首？哇哦，那雨涵觉得没好听的就那几首。太虚了。你偷听到几首之后觉得？吓到，我想说哇，用吓到这么离谱？因为他每张专辑我都觉得很棒，现在用吓到，真的很不像以前子轩哥做的歌曲，真的很不像。对，所以我觉得哇。就太厉害了。那你以后，那你明年爆红之后，就我们两个叫你，不要不理我们。不会啊，爆红唯一只在上这个夫妻来了。哇！还有闹热打擂台，我就知道。好，来最后哈，来用一句话来推荐200六版一个 Q 商排队。最后了，来。向亲啊，一中票与谁亲啊？哦，拜托你听我来你的 Q 商牌一张票一事情啊，拜托大家，里长站在这边。而且金芒也是会爆红我明年就爆红，今年再不来看，我就会爆红。大家来看哦。对，好来，王雨涵创作歌曲。大家我大家来看两个表演，因为爱老欣赏子轩哥会在这一次的活动演出他新专辑的歌曲《客家千金》，仅此一次而已。而且这次表演会不是仅此一次，以后很多婚礼场会找我们。我说今年的仅此一次。你刚真的反应很快。圣诞节仅此一次。今年还有闹捏打擂台还没去。他刚很紧张，你说仅此一次。没有，你让我下次去看到闹捏打擂台，就他跟罗时丰两个唱，就没有我。对，没有吧？还是要跟许常一起。你跟他很难接话，根本讲起来直线到雨涵那都节目地图哦，真的好开心哈！希望所有家乡亲朋友好，你继续记得礼拜6到礼拜2，你都庆祝 Q 商排队，派对卡孔庙，好，希望大家都做啲嚟談歌，聽下你做認同了。
好看福喜类类节目嘅乡亲朋友，我記得去到呢個免數嘅傾站哦，還有聽日客家電視嘅 YouTube 頻道，也記得留兩支影片分享出去哦。